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您收看9月29早起新闻，我是麦松莹。上新的消息，咱要来关心的，就是今年第18号风台山陀尔，伊即马强度是愈来愈强，预计伫今仔日过昼了后，就会变作是中度的风台。气象署伫头大8点半的时阵，来针对巴士海峡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根据这个预测，伫拜2、拜3的时阵，就会是影响台湾上界明显的时阵。咱来听下气象署上新的讲法。各位朋友，大家早安！气象局发布今年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山陀儿的海上台风警报。山陀儿台风在昨天早上8点形成以后，缓慢地向西南方向移动，之后再缓慢向偏西的方向移动，到今天早上8点，已经来到鹅銮鼻东南方大约51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未来它会朝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移动，速度并不快啊，这样子方向移动。但因为这样子移动速度及方向，我们也预估明天早上8点左右，暴风圈会影响到巴士海峡，所以我们现在针对巴士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它在今天逐渐接近以后，明天它的环流，我们看到明天早上8点它的中心，以及未来在星期2和星期3它的移动方向速度，这是目前我们所重整评估出来最可能走的路径。那当然就是要提醒大家，台风其实它未来的整个结构、大气变化会影响到它的移动方向速度，还有多靠近我们这部分，我们会持续的观察。那这样情况看起来，明天接近星期2、星期3就是最明显影响我们的时候喽。今天清晨到现在为止，兰屿已经有11级的强阵风。在沿海，台中、彰化、云林的沿海也有9级的强阵风。我们预估今天在桃园以北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下雨，其中我们有发布的大雨特报哦。大台北、基隆北海岸地区、东半部地区以及绿岛、兰屿将会出现大雨的情况。而东半部的降雨，像东南部和东部地区，它比较明显的降雨会在今天晚上以后出现。好，这是今天短时间。咱看到即马，因为这山陀儿的关系，即马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东部外海这风影是愈来愈大。台东来回火烧岛甲红头树的船只咧，已经先载登来千外人。因若这船帮伫个10月初2进前是拢会停驶。即摆这条风台影响台湾东部的时间可能会较长，所以台东的农改场也来呼吁农民爱做好风台，也阁有防火烧风的准备。东部海面的风影明显增强，台东富公渔港渔民早起伫港内甲渔船绑好条，因为台东开往兰屿甲绿岛的客轮业者，宣布礼拜下晡到10月初10停开，为了所运离岛游客返来本岛甲当地的民众回乡，早起开出来回绿岛8航次，来回兰屿4个航次，总共所运1200外人，同时也运送这个民生物资到离岛。会受到影响吗？你的旅游计划？不过这也没办法。这一次的台风可能会进来哈，我们才会去呼吁能力到乡亲做好防台这样。这摆风台可能影响东部地区4天的时间，台东甲花莲影响上大。花莲海岸风力增加，花莲港渔船下晡拢入港来闪风台，看海岸船的业者也取消风台期间的游程。从昨天下午就已经停航。那船长的判断是因为外面的风浪很大，如果客人出去，其实也会很不舒服。在农业部分有正式日期的调作，抽水的时间，也阁有果子树结果的期间。台东农改场特别呼吁农民爱注意防范农作物受损。雨水可能也是会打到它的花粉，所以说可能就会影响抽穗的那个过程。那在果树方面，那释迦凤梨释迦呢，现在大概很多都是授粉期、小果期，甚至有一些是大果期。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大概就是防止果实的一个擦伤。花莲县农业处提醒农民，若不幸发生农业的损失，爱翕相而且通报给乡公所。也若气象署有告这个风台，礼拜更加挖近花东地区，提醒民众爱尽早来做好防范的准备。记者郑报道。
再来关心的是，这金华城案即嘛是愈加愈大，出北检的即嘛是当咧侦办。检察官认为讲，这个前台北市长办公室的主任李文忠，也佮有前德湾的开发董事长朱阿虎，这两个人都是这个案件的关键角色，所以甲法院来声押禁见这两个人，昨来开羁押庭，最后是裁定李文忠甲朱阿虎两个人拢羁押禁见。对着镜头拢无讲白，前台北市殡仪局长朱雅虎，搁再被约谈。同款被约谈的，还有前台北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忠。知道金华城弊案吗？北检继续追查金华城用这段案件金流，而且指挥廉政署分做29路所查，包括瓜文调前税后前秘书，总共16个人到案说明。廉政署甲其中15个人移送北检复审，先后金华城公司监察人张志廷250万交保，违建集团服务经理陈俊元150万交保。检察官认为李文忠、朱雅虎是金流关键的角色，依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而且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对两个人羁押禁见。这其实也代表着北检在金华城案有重大的突破，恐怕已经查到关键的金流。简单讲，被勾稽到了金华城的钱，而在木可金团总部出现，甚至是基金会出现，所以他才敢声押他。我们真的对于他可能涉案的情况，没有什么特殊的管道可以做任何的掌握，因此我也不会去做过度的臆测。台北地院昨开羁押庭，裁定朱雅虎甲李文忠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宣布要来开放福建人去金门自由行甲团体旅游，所以真侪金门的店家大家是拢真期待，赶紧来开放观光。也那咱的陆委会对中国即摆的开放是保持真正面的态度，也毋过其他的中国人目前要去到金门，也是以专案审查为主，未来会看状况继续来调整。陆客采线团、小花团最近陆续到金门考察旅游，为观光交流做准备。对华日前下昼宣布开放受理福建移民到金门旅游申请，包括个人自由行、团体旅游，拢会当坐小三通到金门观光。消息指出，不少金门店家民众拢期待会当替当地旅游市场注入活水，让陆客来金门，金门才有生意可以做。现在的生意都很落后。每家都在哀哀叫。我们也期待很久了。中国大陆毕竟它市场性比较大，那我们目前呢也都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因为宣布的时机拄好是对华11长假进前，旅游业者推测，金门街路有希望1日陆客增调，也讲到开放团客对大型本来较有利，开放自由行是各行各业拢会当受益。金门县府表示会甲对华相关单位保持联系，希望让陆客有好的旅游体验。乐观期待未来的这一个发展，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恢复到甚至超过之前我们疫情前的最高峰。进来的人还非常少，到目前为止还不到200个。我们还是希望说速度能够加快一点，然后到时候再来考虑说，是不是由专案转为一般的签证就可以了。陆委会表示，陆建对华宣布相关的开放措施，不过目前陆客到金门旅游犹原以专案审查为主，单独团还是自由行人数达到一定的规模，会随时检讨甲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这天气虽然有转凉，也毋过咧，这天高咧也是继续咧滚价。来看到这新北市本土天高咧的病例，昨是搁加14例，今麦拢总是43例。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目前这疫情是控制伫咧中和甲新店这两个所在。今麦除了是会来设体检站，也会继续消毒，呼吁市民都爱食饼扫来控制炭病棒。防疫人员挂风土病区，沿着巷仔进行消毒，无管是机车停靠的所在，也是室内停车场，任何表格拢无放过。新北市中和区早起进行大规模清消，因为拜六搁增加14例。中和甲新店两区天高的本土病例累积到43例。中和、新南里都安尼加强清消。昨天清，前天清3天了。好辛苦哦，消毒就没有人煮了。新南里里长表示，至少消毒5摆，扫落来也会继续落去。早起甲其他里长开会时，是互相欢呼，爱提醒里民，唔通到高厝顶，也是楼梯间的接水容器，而且水爱搁倒去对的所在。有水拢甲倒去哦，
倒对着啦，倒对感觉加落去，袂使倒水沟内底。哦，若倒水沟内底，伊会阁一直出来。兴南观光夜市也是清销重点，附近店家也准备好网仔水甲香鱼自我保护，也毋过疫情升温，加减影响生意。多多少少会少了，大家都会怕，看到新闻报道啊。新北市长侯友宜再去参加活动的时表示，目前提出来的天高的个案，大部分是旧案，现时也是控制伫2个行政区内。今天会做大幅度的全面清消，我们希望不断的清消。不断的去找出我们的病支援源，希望从源头管控。拜六增加的14例，包括2男12女，年纪伫52到84岁。新店区8例，中和区6例，一例短期治疗，其他拢已经康复。卫生局表示，有8例是主动体检测出来，研判感染区无扩大。目前感染区瓦近山区，市府也伫山区报道沿线插警示牌，提醒民众做好防范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要阁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呢？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联合报：埃及邦本地主要是伫北回归线以南的县市，也毋过最近煞伫云林的北港看到规个埃及邦的族群咧生态。专家是认定在埃及邦已经下过北回归线，有可能会提悬天高咧探病的风险。自由时报：国内探权的交易10月初2就要开始，第一波是会有5案，拢总是5880栋。这个数字和国际探权8.9万栋是差真多，所以学者真烦恼市场流动性会无够。中国时报：台北市50岁以上的警察是占26%外，代表这警力有渐渐老化的情形。台北市警察局是指出讲，其实走外勤的平均的年岁是32.3岁，也就是讲整体的年岁结构还阁有算少年。继续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就是这礼拜以色列对黎巴嫩来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这也是对2006年以来上大的军事行动。伫拜5甲拜6这2天，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这个所在是上无有8个人死亡，超过90人受伤。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阁呛声讲，会继续对真主党来发动攻击。以黎边境这礼拜炮火无停，短短一礼拜就造成至少7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约12万人有路无厝。真主党伫早起高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几啊粒飞弹，以军是透明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单方面宣布，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已经早死，佮讲精准打击真主党位伫首都南部的中央总部甲武器库。זה איום ממשי ומיידי על נתיבי השיט העולמי ומתקנים אסטרטגיים חיוניים ש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伫27个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会继续打击真主党，也指控支持真主党的伊朗是策划对抗以色列幕后手。约旦警告以色列已经违反国际规范，当咧将中东杀向全面战争。各国也拢呼吁以雷停火，避免中东战事升级。I fully support the proposal for a temporary ceasefire, allowing for the delivery of humanitarian relief and paving the way for the resumption of serious negotiations for a durable peace across the Blue Line. 面对中东上新战况，美国白宫发出声明，指出总统拜登已经指示美军在必要时调整部队在中东地区的态势。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以色列有权捍卫家己，面对恐怖主义侵害。未来几日，中东各方所做出的选择，会决定地区发展方向。伊强调，前进的道路是透过外交，而不是冲突。公司新闻两岸编译。咱来看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台湾地区，这几天是撞到强烈风台海伦。这粒风台伊平均的风速是创纪录的，达到时速225公里，造成10个州超过450万户拢失电，包括在佛罗里达州甲乔治亚州的等等所在，拢是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这场风灾已经造成至少45个人死亡。强烈大风台过后，高边家园还阁浸伫水内。强烈大风台海伦每当时间一日暗时，用4级威力登陆福州台湾，强风加上大雨滚架，真侪所在拢出现淹水的情形，有的所在搁淹架一层楼悬。This is the worst. Ain't nothing even come close to it. It flooded my house. Just the sound of the limbs falling and just it was terrifying. Because I didn't know what I was going to wake up to.
海伦大风台造成10个州超过450万户停电，也有数十人伤亡。虽然大风台进入乔治亚州了后，强度减弱到1级，有关为当地带来强降雨。亚特兰大48点钟内落超过280毫米，打破观测以来纪录。福斯新闻气象主播连线时阵发现有人受困过了水救出民众。分析指出，海伦大风台造成150亿到260亿美金的财产损失。Maximum sustained winds were 140 miles per hour. It made landfall moving 23 miles per hour. We saw storm surges in many parts of the west coast of Florida that exceeded what we saw in Hurricane Idalia. 福州、乔治亚、南邦、卡罗来纳甲维吉尼亚州拢进入紧急状态。北卡阿瑟维尔州会发生土石流，为确保居民安全，当局宣布实施宵禁。为北京到地方，农情细致，唔敢轻视强烈大风台带来灾害。Look bad. There's 25 people dead. Still rising water. We don't have enough information. One dam in North Carolina is closed. 目前海伦已经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不过国家飓风中心警告，就算风速减弱，依然会为美东地区带来强降雨，呼吁民众多爱细致。公司新闻电话真朋友。欢喜超过70年的英国演员 Maggie Smith 刚离开世间，食到89岁。伊有真侪作品，亲像是伫电影《哈利波特》演白教授，互观众印象真深。一只好伴鸟，一个变做高矮的女性。电影《哈利波特》内底，甲变形学的白教授受到真侪野味介意。扮演这个角色，英国资深演员马基史密斯27伫伦敦一间病院过身，享受89岁。全球的民众拢感觉不甘。那是英王查尔斯3世发本哀悼，大概野册也拢公开对摇这位伟大演员的成就。It's a very sad day for the whole culture of theatre and cinema in England. She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actresses of the past century, without a doubt. 马基史密斯17岁出道，长期活跃伫舞台甲大小荧幕，出演超过100部电影剧。嘛，伫1979年，以电影《春风不化雨》赢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最近几年演出雅集《东顿中园》，老表作附近赢得更加侪注意。马基史密斯的演艺生涯摕到2座奥斯卡、4座艾美奖加1座当年奖，伊为影剧界的贡献，得到已经过身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颁授女爵士勋章。虽然得奖真侪，不过平常真低调，真少公开接受访问，继续将热情注入伫演员事业。I don't know what that could possibly be, but if there is ever a chance for me to try again, I would love to do it. 拄好的是《哈利波特》剧中扮演邓布利多校长的演员迈克·坎班，也伫去年刚一日过身。《哈利波特》野味拢表示，魏教授马基史密斯是去另外一个世界找邓布利多校长话。公司新闻neu颜编译。过来睇动的消息，咱要来关心的，就是中华职棒统一赛42岁的投手潘威伦，昨是伊最后一摆来比赛，伫台北大巨蛋28000多位球迷的见证之下，有真好的表现。也那咱的总统赖清德也是统一赛的球迷，伊是用录影片的方式来感谢潘威伦的付出。其实我真的不想隐退。统一赛投手嘟嘟潘威伦，昨是伊个人最后一战，主投6.2局64分退场，算是优质先发。真可惜打击无发挥，无法度摕到150胜，有留留失望。我的150胜投只是一个目标，一个可以让大家继续努力的目标。台北大巨蛋28000多位球迷的扑发声，感谢潘威伦对职棒的贡献。22个球季300多场比赛，2000多局到3万多球，2007甲2008之间创看过21连胜正罕的纪录。2008年投出中职史上第一场无4输球加无安打比赛，大港雄心加统一赛拢换18号球衫致敬。最后感谢仪式，几多位重量级的球员来给祝福。我们常常在队伍后面帮国家守住了胜利，
尤其每次只要跟荷兰队比赛的时候，看到先发投手是潘威伦，我们就有8成的胜率。除了战友的祝贺，捌查过潘威伦出国比赛国家队8位总教练也拢来到现场。因那神秘来宾是总统赖清德，伊是资深的统一狮球迷，特别录影片祝贺潘威伦。身为护国神都，从14、15岁开始，就代表国家征战大大小小的国际赛事，让台湾名扬世界。最后我要说，我会在总统府迎接你和统一师的到来，等你哦。第一遍伫台北大巨蛋先发，也是个人最后一战，带予球迷超越输赢的感动。潘威伦坐车赛场时阵，会照向全场致意，也点点小可切目屎。伊希望所有后辈会能带着18号永远无放弃的精神，继续的奋战。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发起联合净滩的活动，包括桃园、新竹，也有苗栗是拢总4个县市，2000多人来参加。真侪家长嘛，趁这个机会，教囡仔来守护海洋环境，提高大家环保的意识。美丽海沙堡吸引真侪人趁假日来这佚佗，为了守护地球海洋资源，包括桃园、新竹县市以及苗栗4个县市，拜六举办联合净滩活动。吸引我2000人来海边啊，做伙捡粪扫。因为我嘛有伫潜水，所以我感觉咱的海底实在是足水的。啊，毋过咱岸上的粪扫吼嘛是真侪。啊，希望大家尽量莫用塑胶袋啊，无拎保特瓶，吼，互咱的环境愈来愈好。来净滩。为什么要净滩？因为想让海洋变得更干净。在参加这个净滩的过程里面呢，大家能够进一步的深思，从我们生活中做起，从源头来减量，减少废弃物，减少使用塑胶制品。环保局提醒民众，除了平常时，都要做好粪扫分类，以及回收工课以外，食薰的人嘛千万唔通甲薰头乌白蛋，因为薰头若是流入去水沟，唔但污染水环境，而且内底佫会出现有毒的物件。非常多的民众会抽烟完以后呢，把烟头丢到水沟里面，一旦进到水沟，基本上没有意外，一定到我们海边来，也造成我们这个海洋非常大的污染。尤其烟头本身，残留着这个毒害性，然后不易分解哈。经过一早起的净滩4个县市，拢总变出我8142公斤的粪扫，大家做伙来用心守护海洋资源，为地球尽一份心力。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由母鸡团体主办的母鸡家庭生活节，伊是互囡仔透过趣味的关卡，哪佚佗哪学台语文。母鸡团体是真希望讲会当透过轻松的方式，鼓励更较侪人做伙来讲台语。出门一缕花，入门一条龟。什么物件是安尼？快点，什么东西？雨伞。哦，这个。学台语的客家话，这是母鸡团体主办的母鸡家庭生活节。今年的生活节以录影台语岛为主题，用那像咧省电动过关卡的方式学台语文，囡仔也增加真心识。囡仔吼，其实你只要提供伊语言的环境，伊就自然就会学晓。上重要的环境就是伫咧厝内啦，所以爸母对囡仔讲是第一要紧。唔但是伫咧厝内爱讲台语，阮规个社会嘛爱来共同支持这个台语囡仔、母语囡仔。希望这个台语岛会当久久长长，而且唔是孤岛，会当一岛一岛一岛安尼甲连起来，啊到尾规个台湾会当是一个真大的台语岛。生活节透过市啊、课程、讲座多元元素，营造自然讲台语的环境，鼓励大人囡仔甲母语扣到转来。母语团体也发现，最近愈来愈侪家长意识到母语的重要性。啊是囡仔拢袂晓讲，后摆真正无人会晓讲台语啊。台语嘛是家己的语言，嘛是爱家己学起来较好，互因知影会晓听，会晓讲。母语团体讲，因的台语共学团有差不多200个母语家庭的成员。真侪家长会开始参囡仔讲台语，是因为对台语有感情。但是因发现，最近愈来愈侪家长意识到台语参文化历史是真大捌，因为这个原因开始讲台语是行母语家庭。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今仔日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
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是24度到34度，南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32度，外岛地区25度到32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